昨是15元宵节，拄啊好是落雨天。伫台南咸水一年一摆的风炮，虽然讲是有顺利结束，也毋过呢，其实这规涂骹冻落落，所以环保局就算加派骹手，也是扫甲真力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，拢要被清扫。蜂仔炮放了后，清洁队的人员13透早就开始南河伫咧街路清理炮仔区。尤其是蜂仔炮崩溃了后，这寡纸的碎片，因为落雨黏伫咧路面，就要集中清理，增加真侪困难。很多释放完的鞭炮，在扫的时候都会粘在地上，所以增加了扫地的困难度。这几年咸水蜂仔炮哪办哪闹热，上电了后，整理环境，市府嘛拢伫咧第一时间赶紧完成。这几年来，街路清理复原的工课，大部分拢伫咧隔工早起9点进前就完工。不过今年罕见碰到落雨天，清理收尾的工课就愈困难。民众看伫咧眼内，嘛拢甲清洁队员加油。因为湿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灰尘都会卡在地上。别人说以前可以用扫把轻轻扫就起来，现在别人要用刮的，可能要用水边淋湿边刮。咸水区全区大约是52平方公里，主要的街路12条，新桥西景的范围差不多是包含规个区。市府调动附近11个清洁区队，超过174人次，清运230栋的炮仔附加本数。现在看起来有点落后，因为清理上是有点困难啊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在中午前看能不能把它做完。炮仔区对雨水流入水沟内，后续环保局会阁派相关单位来通水沟，避免塌掉咧。一年一届咸水蜂仔炮罕见碰到落雨天。虽然活动无受到影响，当地民众信仰的热情嘛无减弱。不过，这变街路的善后工课嘛爱伫咧落雨天进行，毋忙伫咧中昼进前就会当完成任务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